台湾首府大学新古林校长的交接典礼，经过部长有亲自，同时嘛是台湾首府大学的董事。伫经部长各侪位贵宾的干告之下，由新校长张书忠对古林校长戴文祥的手中来接过印信，顺利完成新古林校长的交接仪式。感谢各位的共襄盛举，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时刻。在今天的交接典礼当中，我们要感谢卸任戴文祥校长。他在校长任内的用心经营，带领全校教职员一起来勤耕这个基层，恪尽职守，为高等教育付出心力，也为教导所有大学的各个学子，来让他们能够勤学向上，突破自我，成为社会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，非常难得。尤其是戴校长在接任校长之前，他也一直陪伴所有大学成长，从担任老师、系主任、院长、副校长，一直到校长的过程当中，他点点滴滴的用心，为学校奠定良好的一个基础。创校到目前20几档的台湾首府大学，伫咧少子化的冲击之下，积极转型成为栽培休闲观光产业人才为主的大学。经部长嘛肯定古林校长的过去努力，希望未来新校长会当积极继续甲学校突破大环境的劣势。我想，之所以感恩，是因为在过去个人在首府大学从担任老师到校长任内。所有的过程当中，我非常感恩承蒙我们董事会董事长支持，我们各界对台湾首府大学长期以来的支持跟关爱，以及我们全体师生同仁一起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候，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，愿意跟学校、跟校长一起来把这些问题克服解决。一定会全心全力贡献自己的多元专长，把校务工作做好，并努力带领着全部的教职员工团结合作，以求突破当前的各种招生困境。新校长张书忠嘛感谢董事会提供这摆的机会，在副市长戴谦阁有真侪位相关重要的人物见证之下，会努力来承担刷落来的挑战。并努力来甲学校向前推进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